美國連環殺手金州殺人魔 Joseph James DeAngelo Jr. 之前係警察，但喺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期間，喺加州好幾個地方犯咗至少12單謀殺案，超過45單性侵案，仲有幾百次入室盜竊案。佢嘅犯罪手法由入室偷竊變成持械性侵，最終演變成連環謀殺，搞到當地居民人人自危。經過30幾年，佢依然逍遙法外。依排佢終於喺加州屋企被人拉咗。負責呢個 case 嘅檢察官西恩霍即將出新書《人民與金州殺人魔》，揭露警方雖然掌握咗 Joseph 涉案嘅線索，但仍然冇 DNA 呢啲直接證據。於是警方就開始收集多名性侵案受害者嘅證詞，希望靠其他間接證據去確認嫌疑人嘅身份。意外發現嫌犯有一個迷你 size 嘅生殖器，成為咗一個關鍵線索。多位受害者形容嫌犯嘅生殖器異常迷你。為咗證實呢個特徵，警方喺 Joseph 收押期間安排咗攝影師拍佢嘅生殖器，成個過程勁艱辛，攝影師跪咗好耐都影唔到任何嘢，搞到大家都好挫敗。在場嘅警方好嬲咁話佢個度根本就咩都冇。警方形容 Joseph 嘅生殖器 size 比1毫子硬幣仲細，長度同手指尾指尖差唔多。呢個罕見嘅特徵再一次印證咗受害者嘅證詞，加上基因族譜技術等證據，最終幫警方鎖定同逮捕佢。2020年 Joseph 承認犯咗13單謀殺罪、13單綁架罪，仲有幾十單強暴、搶劫案件，並承認涉及超過160單未正式指控嘅罪行。法院最後判佢多個連續終身監禁，而且冇得假釋。呢個案件顯示咗警方喺重大刑案調查入面要結合多種證據，包括獨特嘅生理特徵，以提高調查準確度。不過金州殺人魔逍遙法外幾十年，佢可能自己都估唔到，最終竟然雖係生殖器太細而成為咗證據，搞到俾人拉咗。30幾年嘅逃亡，最後細節決定成敗，真係唔知好笑定係好鹹啊！